站立，同诵《使徒信经》，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真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荣耀颂。但愿荣耀归于父子圣灵，父子圣灵。起初这样，现在这样，以后也这样，永无穷尽。阿们，阿们。请坐。我们来攻读起英文，在诗篇第105篇1至11跟45节，在旧约的第631页。接下来由我念会众来印，那就是我念白色章节，会众念黄色章节。诗篇第105篇，你们要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要向他唱诗歌颂，要以他的圣名夸耀。要寻求耶和华与他的能力，他仆人亚伯拉罕的后裔。你们要纪念他奇妙的作为和他的奇事。他是耶和华我们的上帝，他纪念他的约直到永远，就是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他又将这约向雅各定为律例。我必将迦南地赐给你。一起来，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公道，让我们一起低头。亲爱的天父，我们为西非国家多哥共和国祷告，让基督信仰能够进入生活文化中，让国家百姓能更认识基督信仰祷告。我们为台湾卫理公会北2区教会祷告，雅各堂的赖明珍牧师。我们为教会奉献充足，教会在当地更加得人，传道同工身心灵健康祷告。我们为台湾2024总统及立委选举祷告，求主拣选合适跟正直的立法者，赐福台湾人民。我们为台湾儿童及青少年能够受到完善的知识教育及美好的品格教育造就祷告。我们为台湾第一线防疫的医护人员、军警人员祷告，愿主赐福他们平安，工作顺利。让我们一起同诵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的国降临，愿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阿们。接下来我们请秀薇，我们来攻读今天的经课《创世纪》第29章及《罗马书》第8章。今天的第一处经课记载在创世纪29章15到28节，在教会圣经旧约的28页。创世纪29章15到28节，拉结对雅各说：“你虽是我的骨肉，岂可白白地服侍我？请告诉我，你要什么为工价？”拉班有2个女儿，大的名叫利亚，小的名叫拉结。利亚的眼睛没有神气，拉结却生得美貌俊秀。雅各爱拉结，就说：“我愿为你小女儿拉结服侍你7年。”拉结说：“我把她给你，甚是给别人，你与我同住吧。”雅各就为拉结服侍了7年。他因为深爱拉结，就看这7年如同几天。雅各对拉班说：“日期已经满了，求你把我的妻子给我，我好与她同房。”拉班就摆设筵席，请齐了那地方的众人。到晚上，拉班将女儿利亚送来给雅各，雅各就与她同房。拉班又将婢女西帕给女儿利亚做使女。到了早晨，雅各一看是利亚，就对拉班说：“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我服侍你，不是为拉结吗？你为什么欺哄我呢？”拉班说：“大女儿还没有给人，先把小女儿给人，在我们这地方没有这规矩。你为这个满了7日，我就把那个也给你。你再为他服侍我7年。”雅各就如此行，满了利亚的7日，拉班便将女儿拉结给雅各为妻。第二处经文记载在罗马书8章的26节到39节，在教会圣经的新约171页。罗马书8章26节，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上帝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上帝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上帝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上帝所拣选的人呢？有上帝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耶稣基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上帝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以上是今天的经课。接下来由我攻读约翰福音第14章1到6节及使徒行传2章28节。
约翰福音14章1到6节，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上帝，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也叫你们在那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多马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使徒行传2章28节，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以上是神的话。我们请诗班献诗。今天献诗的曲目是敬拜之歌。
谢谢诗班美妙的歌声，荣耀主名。接下来，我们今天很高兴能够邀请到国际读经会的朱弟兄为我们证道。证道的题目是“人生胜利组”。我们请朱弟兄。可以麻烦帮我把投影片转到，谢谢。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真的是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能够代表国际读经会来跟大家分享2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我们今天有一个题目叫做“人生胜利组”，让大家知道人生胜利组的真实含义是什么。第二个部分呢，是要代表国际读经会跟大家来推广读圣经的运动啊。那最后呢，有一个3分多钟的影片。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叫做“人生胜利组”。我相信这个人生胜利组是大家觉得应该还蛮正面的哈。我也没有很仔细去想过这个，但是后来我去了解了之后，我就发现人生胜利组你可以听到什么呢？今天你可以听到4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在我们现在的经济社会之下，人生胜利组是有定义的。第二个呢，既然有定义，你就会知道你是哪一组。再来，耶稣怎么说人生胜利组哈？然后最后呢，你的决定是什么？那我在一开始的时候呢，我就准备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就在想说，既然是人生胜利组，我要找一下人生胜利组的定义啊。结果还真的有就是有一个网络民调哈，就是说人生胜利组应该拥有哪一些属性？哈，这是他第一个问题。待会有第二个问题。结果统计出来呢，第一名是什么？就是财力要雄厚，要有钱的意思啊。然后家世背景要优渥，然后外表出众。拥有权力、高学历的这一堆，我刚开始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好俗气啊！但是呢，后来我仔细去想一想，好像也不太俗哦。为什么？因为我大部分时间也都花在这个上面。那但是我就再仔细去思考的时候，我就发现说，这里头有猫腻。为什么呢？你会发现，人生胜利组是要靠比较得来的。比如说，我举个例子。第一名是叫财力雄厚，代表你要有钱，对不对？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此时此刻，全世界谁最有钱？他还是人生胜利组，是谁？我也不知道是谁了。为什么呢？因为任何一个地方，它发生了无论是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这些动荡产生的时候，那个顺序瞬间就会变化了。而且那个变化速度是非常的快的。你以为今年你赶到第一名是谁？明年可能他在榜里头名字都不见了。常常会发生这种事情。所以呢，当我们所有的价值来自于比较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跟父母的关系是靠比较来的吗？夫妻的关系靠比较来的吗？父子的关系是靠比较来的吗？我们跟所有的同学学业关系，你的工作，如果全部都是比较来的，这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啊！因为你永远都不会是胜利组。老实说，如果这个叫定义的话，没有一个人是胜利组。为什么呢？因为你会去思考到，魔鬼撒旦实际上是摆了一个陷阱给我们就是怎么样？要我们比较，而且我要比你强。当我比你强的时候，叫胜利组；那比输了呢，就变鲁蛇组了，对不对？比输了叫鲁蛇组。以下有一个小短片不到20秒钟的时间，我们可以来一起看一下这个是人生胜利组哦。20秒钟。
20秒钟人生胜利组就长这样子。各位，如果人生胜利组是长这样子，其实是很可怕的哈。可怕的地方在哪里呢？可怕的地方在于我们全人类都被骗了啊！因为没有一个人会是人生胜利组，所以第二个问题就来了。那既然人生胜利组需要具备这些条件，第二个问题就问：那你是不是人生胜利组？结果出来是什么呢？大概80%，就是说非常不同意的人，大概就已经占了80%。为什么呢？为什么大家都觉得我不会是人生胜利组？很大的一个重点叫做什么？你比得赢吗？我们永远都比不赢。所有关系的这种，所有人类的冲突，都来自于比较。你再仔细去想一想，我说的对不对？而这个比较呢，是魔鬼撒旦特意设计给我们的啊，只是很多人都没有发现这件事情哈。那以下还有一个短片啊，那麻烦把左边的部分尽量缩小，可以拉小一点，对，好，麻烦请帮忙播放一下这个影片呢。听不懂没关系，你一定看得懂啊。有一个坏掉的这个吉普车，很大台，前面有一台很小台的这个车子在拖它。马力不怎么样，可是声音非常的暴躁啊！哦，好像拖动了一点了，对不对？但是好像马力还不太够，所以退回来。再用力加足马力，油门把它吹下去。各位，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影片，跟他的这个反应是一样哈。哎，这怎么车子分开了？怎么前面跑前面，后面的不知道在哪里哈？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当我们没有搞清楚我们到底能不能背得重这个人生胜利组啊？如果那个我们现在经济社会下的人生胜利组长那个样子，它就是让你背一个你永远背不动的东西，结果最后4分5裂。我跟大家分析3组数据哈，是关于忧郁症的数据。好，关于忧郁症的数据，第一组数据呢是我们台湾啊，是我们台湾。你们知不知道台湾到底有多少人有忧郁症？啊，据国民健康局的统计，哈，有9%。那9%的话，你乘上2300万人，那大约就是200万。那我的估算呢是大于200万，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根本就没有去看病，对不对？啊，所以一定大于200万，哈，一定大于200万。那我们再来看一下隔壁的中国大陆，中国大陆更惨，你们知道吗？中国大陆有15%哈，这个资料的来源是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哈，这个 Google 上你们都找得到哈。这个数字可怕的在哪里呢？我记得我30年前我去过一次，我去过几次北京，在30年前。那结果我后来前几年我又去了一次，完全不认识这个城市，为什么？进步太快了。你就是觉得完全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他们进步的非常的快，可是人与人之间的竞争、比较、那种嫉妒、仇恨，其实在他们的文化当中都已经进入到他们的骨髓当中。结果下场是什么？忧郁、害怕。为什么？因为没有一个人真正能够成为真正的胜利组。结果在那种比较之下，那从去年到今年，中国大陆更惨。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整个叫做通货紧缩。我想我不解释这个名词哈，讲白了就是他们之前所这个整个中国人都在拼命买房子的这些房子，现在变成没有价值的东西。结果很多人贷款，然后还不起，不知道怎么办。也就是，即便你现在没钱把房子卖掉，因为房子变成很便宜，
结果你卖出去之后呢，你还欠银行很多钱。你们知道这是意思？就是你已经啥都不是，而且你以后变成永远信用拒绝户，你不能做其他事情。那我们再看一下全世界呢？全世界呢，大约女性呢大约是25%，男性呢大约是12%。这个是世界卫生组织的资料哈，而且你们会觉得说，哎呀，严明弟兄啊，这个忧郁症不就是忧郁一下吗？我告诉你，讲这种话的人完全不知道忧郁症在干嘛。忧郁症真的发作的时候，你看他五官端正，四肢健全，但是他这个人呢，就像跳入到无底深渊，他毫无帮助。为什么？他甚至觉得我死了比活了还好。所以上礼拜好像有一位很有名的歌手，有没有？就是自杀。其实当已经罹患了之后呢，我可以跟大家讲，有15%的人会成功自杀，不成功的无法统计，因为不成功。成功的有15%，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让全人类都陷入到一个恐慌当中。那你说这个疾病我可以告诉你，这个疾病是最近20年才起来的啊，已经拼到全世界第2名的疾病。世界卫生组织已经讲，忧郁症已经变成全世界第2名的疾病，你们可能都不知道。第1名还是心血管，差一点没超过。明年看今年不知道，我相信加上中国大陆，说不定第1名会是忧郁症哈。到时候看报告就会知道，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啊，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魔鬼撒旦用一个比较的方式，让全人类进入到一个很可怕的忧郁当中。我们刚才讲的是外在环境，那我们现在回头讲一下，耶稣基督到底怎么样面对所有这一类的问题？你们知不知道耶稣在出来传福音之前圣灵做了2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要耶稣去旷野禁食40天，禁食40天。那禁食40天完毕之后呢，圣灵又做了一件事情，把魔鬼撒旦叫来。叫魔鬼撒旦来很特别哈。做什么事呢？你去试探耶稣。我跟你讲，圣灵不会叫魔鬼撒旦来